就哈就和啊哈啊，不然这个范例你就写上去，念法哈那就是哈那就是这个的上面这个范例，哈那就是花嘛。虽然说族语文字化的浩大工程，还是持续挑战着族人的智慧。字词典的编纂也只是其中的一项考验。不过，为了让年轻一辈族人的程度能够尽快赶上，其他外语的学习经验也可以是参考来源。而各类互动教材、口袋书，甚至是族语线上查询系统，也都陆续在建制当中。或许在不久的未来，携带式的族语电子字典也可能问世。不过最重要的是，当学习的管道越来越多元化，使用率是否也跟着提升，来落实活化族语的目标？还是最后因为学习难度偏高而被束之高阁呢？请大家先休息一下，再稍后回来。